大家要接受，除非你係啲超勁嘅公眾人物，如果唔係，大家係會有幾個身份啦。你要接受大家係會有幾個身份。我覺得好多嘢無可避免，你冇得避免啲網民會搞你，亦都無可避免會搞到去你份主要養活到你嘅嗰份工作嗰度。有可能個仔間學校YouTube 見到嗰個老師做 OnlyFans 咁咪支持下咯，或者見家長拋個眉眼咯，我就係呢個 account 啦，Big UU 2025就係我啦，家長嘅變咗 fans meeting 握手會，你只能夠咁，又唔係啲乜嘢，你即係多咗另一個身份，嗰個開放程度將來都係咁噶啦。其實我會建議大家都做下呢啲嘢大家放工得閒會做咪開個唔帶 bra 拍片嗱，我拍片唔帶 bra 㗎，做你解壓又好，尋找自己或者突然間發達又好。我哋呢輩咁嘅人，你細個學好多無聊嘅興趣小組嘅，或者你細個做童軍咧，陸運會負責升旗啊。咁你咪開條 YouTube channel 咯。我而家扯旗俾你睇啊。開 OnlyFans 落嗰啲好危言聳聽嗰啲睇睇，有小姐姐去表演扯旗。係啦，短裙姐姐 OL 碌行政高踭鞋凌辱你哋嘅咁樣，之後條片就係葉劉行過，冇當我開會。